常常拢会因为皱起或者是伊娃喙齿长去，所以需要来装假喙齿。传统的假喙齿材质拢是以金属为主，但是传统型的假喙齿时间一长就会造成气化发乌，那严重的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喙齿的正常功能。首先，全瓷冠氧化锆牙冠与一般假牙的差异在于，全瓷冠的话，它本身的话，它的颜色色泽其实是非常的透亮的。那其实一般坊间，如果说追求拟真的话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。但是相对来讲，它的强度，因为是陶瓷所做的，所以说它的强度来讲是比较弱的。那一般是建议说是使用在前牙美观的地方。那至于氧化锆牙冠的话，它不一样的是它的强度、还有硬度以及生物相容性是比较好的。那它的因为强度够，而且它的色泽也可以做到比较自然，所以说其实是很适合用于后牙的假牙修复上。对于那一些不只追求假牙的实用度，那另外也追求假牙美观度的患者而言呢，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选择。随着全瓷牙冠甲氧化锆牙的出现，麻烦患者会当有经济选择，除了会当较水以外，嘛会当降低发炎的风险。那单一的牙冠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正常的牙齿来做清洁。那正常牙齿清洁不外乎是要使用到牙刷，然后一定要用牙线或者是牙尖刷。如果说您的假牙呢是位在最后的大臼齿上面呢，其实在最后缘牙刷比较难探测的地方呢，建议使用单数毛牙刷去做清洁。那建议就是饮食完之后呢，就是要刷牙。关于牙桥部分的清洁的话，因为牙桥它是连在一起的，它底下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到牙线的部分。那目前坊间也可以找到称为超级牙线的清洁牙齿的工具。那另外呢，使用到牙尖刷其实也可以做到良好的清洁的。医师要呼吁民众，爱常常来做好喙孔的清洁，然后若有装假喙齿的，必须爱定期来回诊，才会当维持喙齿的健康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